萬能金時第11週，釋放你的想像力。嚟自吸引力法則之父的第11封信。真實存在嘅法則統治咗你嘅生命，無論喺任何嘅時間、任何嘅地點，佢嘅運作都係唔會停止。呢啲法則係人類所有行為嘅基礎，就係因為咁，嗰啲能夠掌控龐大事業體系嘅企業家，先至有能耐帶住絕對嘅精準度，喺任何既定嘅情況之下，判斷每10萬人之中有多少百分比嘅人會做出某種特定嘅回應。不過請你千萬要記住，無論係邊一種嘅果，總係會有相對應嘅因，而且呢個果會再反過來變成因，從而導致下一個果，並且繼續讓呢個果再度演變成另一個因。所以當你要開始運用吸引力法則嘅時候，請你務必記住，當下你正在啟動一連串嘅因果關係，佢可能會產生理想嘅結果，佢亦都可能會產生其他各種唔同嘅可能性。我哋時不時都會聽到有啲人咁樣講，而家我嘅生活真係一團糟，一點都唔係我當初所想嘅情況。我哋都忘記咗，正如心靈世界裏邊同類相吸嘅特性，我哋嘅思想會為我哋帶嚟同樣性質嘅友誼同情分。呢啲關係接着會影響到日後嘅境遇同環境，然後佢哋又會反過來成為我哋抱怨當下生活嘅由來。思想喺邊度，存在就喺邊度。歸納推理係客觀心智能力之一。我哋一定要互相比較好多獨立嘅事例，然後從中去梳理出引發佢哋嘅共同原因。歸納法就係相互比較嘅過程。人類正係善用呢一個研究方法，先至得以發現大自然嘅統治法則。佢象徵住人類歷史或時代嘅進步。歸納法亦都係迷信同智慧嘅分界線，以法則同確定性去替代，消除人類生命之中各種變化多端嘅元素。了解呢個原理之後，人類原本習以為常嘅世界就會發生咗革命性嘅巨變。人們發現太陽其實係靜止不動嘅。原本認為扁平狀嘅地球其實係圍繞住太陽運行嘅球體。我哋發現從惰性物質之中可以分解出活性分子。我哋亦都發現，當我哋使用望遠鏡或者顯微鏡嘅時候，無論是浩瀚宇宙定係細小嘅角落，觸目所及之處都充滿咗宇宙嘅力量、動能同生命力。我哋不禁會問，究竟係乜嘢手段同方法能夠使呢啲精細嘅宇宙形態之中嘅物體井然有序、自我修正？正如磁力同性相斥、異性相吸嘅呢啲特性，呢一種特性會使到相同嘅磁極互相排斥，無法接近。呢一種現象就足以證明咗點解星球之間、人際之間、兩道力量之間總係會彼此保持一定嘅距離。相反，正如異性相吸、酸鹼中和、供需互補嘅呢啲道理，性情唔同先至能夠相異嘅人，大多半數可以互相吸引、互相補足。我哋嘅雙眼四處都係不停咁尋找我哋歡喜接受嘅顏色，多變係當前色彩互補嘅顏色。同一樣道理，我哋嘅需求、向往同渴望，通常亦都係依循住呢一個模式引導、決定自身嘅行為。得以明白呢一套原則，並且據此行事，可以係話老天對人類嘅厚愛。法國古生物
與比較解剖學家喬治居維葉喺一頭已經絕種嘅動物骸體之中看到一顆牙齒，進而喺裏邊發現呢一顆嘅牙齒為咗善盡自身嘅功能，需要佢嘅全身骨骼同肌肉與之互相匹配。正係呢一顆嘅牙齒令到居維葉有咗依據可以重建呢一隻絕種動物嘅骨骼。唔理係動物嘅本能需求，定係居維葉喺知識上面嘅渴望，佢嘅本質都係類似嘅，因此有咗上述嘅結果。思想出現喺邊度，存在就會喺邊度。大自然複雜嘅運行之道背後，必定存在着符合法則嘅正當需求與意念。當我哋正確咁記錄大自然提供嘅答案，藉由日新月異、無邊無際嘅科學發展，並懂得善用推動地球運轉嘅槓桿時，我哋意識到自身係與外在世界之間存在着如此緊密、多變、深入嘅聯繫關係。我哋了解到自己嘅需求同目的與宏大嘅宇宙運行息息相關，就同公民嘅生命、自由、幸福全繫於政府存在一樣。相信自身嘅渴望已經實現，我哋喺呢一度將會揾到一個方法，佢嘅核心精神就係唔論你要實現嘅係乜嘢，首先要相信自己已經實現咗所想要追求嘅目標。呢個方法係柏拉圖遺愛人間嘅寶貴資產。呢一位咁多年嘅賢者，恐怕萬萬都想唔到佢嘅理論竟然會成真。通行靈界嘅瑞典科學家伊萬紐喺佢嘅學說裏邊，亦都會詳細咁講咗呢個理論。另外，另一個地位更加崇高嘅導師，亦都曾經講過：凡你們禱告祈求的，無論係乜嘢，只要你相信，你就會獲得。呢個係嚟自聖經馬可福音11章24節。值得留意嘅係呢一段話，每一段落使用嘅時態都係現在式嘅。首先，我哋要相信自身嘅渴望已經實現，如此你就必然會睇到渴望實現。若果想善用創造性能量，可以依循一條明確嘅路徑，呢個就係我哋渴望嘅某一項特定事物視為已經存在嘅事實，令到佢喺宇宙主觀心智裏邊落下印記。如此一來，我哋就可以立足絕對嘅角度，跳脫表象去深入思考，並且消除一切關於條件或者限制嘅顧慮。我哋亦都就係喺土壤之中種下咗一粒種子，只要唔好拔苗助長，終有一日佢會發芽長大，結出豐厚嘅果實。複習一下，歸納推理係客觀心智運作嘅過程，我哋係需要互相比較好多各自獨立嘅事例，然後從中去梳理出引發佢哋嘅共同原因。我哋目睹地球上每一個文明國家之中嘅人民，都係透過某種方式去獲取成果，但佢哋自己就唔明白係點解會得到，因而常常會為呢一啲嘅成果添加咗一啲神話嘅色彩。我哋打算揾出貫中嘅原因，目的就係要探求呢一個能夠使到結果得以實現嘅法則。我哋可以從少數幸運兒身上目睹呢一套思考進程係如何進行，因為佢哋不費吹灰之力就能夠得到其他人必須千辛萬苦先得到嘅成就。佢哋總係走喺正確嘅道路上，因此從來都唔需要喺內心自我交戰。佢哋總係圓潤機智，
因此行為舉止總係發乎情，止乎禮。佢哋學習總係輕而易舉，無論投身乜嘢事業，總係好快就能夠上手。與自身保持住一貫和諧，從來無需反思自身作為，亦都唔需要備受困難同辛勞考驗。呢種思想產生出嚟嘅果實，確實係上帝嘅恩賜，但係鮮少人去意識到、領悟並且珍視呢一項嘅恩賜。人類嘅心智唯獨喺天時地利人和皆足嘅情況之下，先能夠擁有呢一股神奇嘅力量，並用以引導協助解決人類嘅所有問題。因此，認識呢一股嘅力量，並且明白呢一項嘅事實，對人類而言係具備住極重要嘅意義。無論係套用現代嘅科學學說去闡述，或者係用當時嘅時代嘅語言去解釋，所有嘅真理本質都從來未有改變。有啲人就總係唔願意承認，要完整咁樣去描述真理，其實需要唔同嘅陳述，亦都就係話冇任何一條人類嘅公式可以表述真理嘅完整面向。人們只要聽到與佢哋所認知嘅真理唔同嘅新闡述或者陌生觀點嘅時候，就要認為呢啲係背離咗真相同真理。事實並非如此，呢個顯示咗真理同人類嘅需求之間正係重塑新嘅關係，而真理正漸漸為外界理解，亦都越嚟越廣為人知。要將真理傳遞俾唔同嘅時代，去告訴唔同嘅人嘅時候，需要使用唔同嘅表達方法。正如偉大嘅導師所講，凡你們禱告祈求的，無論是什麼，只要信者就必得者。或者係使徒保羅所指出嘅，信係對所盼望嘅事有把握，對睇唔見嘅事有確據。呢個嚟自聖經希伯來書11章第1節，亦都或者係現代科學家所闡明嘅道理。吸引力法則就係聯繫思想同目標嘅法則。當你深入去研究分析每一種嘅學說，就會發現其中都蘊含住相同嘅真理，唯一嘅唔同就係只係表達嘅方法。我哋正置身於時代嘅十字路口，人類已經掌握咗控制權嘅奧秘，邁向嶄新社會秩序嘅道路。呢個時候正係採取行動嘅最佳時刻。現代科學同神學之間互相衝突，新形態嘅社會運動亦都積存咗巨大嘅能量。所有呢一切都係為即將到來嘅新秩序去清掃路障。佢哋也許喺過程之中摧毀咗一啲傳統而陳舊迂腐嘅形式，但係保留住嘅係一啲精華嘅部分。從自我沉思出發，具創造力嘅智慧將因此而生。一個全新信仰已經誕生，佢正召喚全新嘅表達形式，而且呢一種信仰需要我哋透過靈性活動獲得對力量深入領會，以便讓佢化為實體。呢一股精神原本休眠於礦物質之中，呼吸於直梭之中，運行於動物體內，並喺人類心靈之中攀抵高峰。佢就係宇宙心智，使我哋得以跨越存在與行為、理論與實踐之間嘅鴻溝。而方法就係充分理解上天所賦予自己嘅掌控權。自古至今，有史以來最偉大嘅發現就係思想嘅力量。
儘管呢一項重要嘅發現尚未達成普遍共識，但正係俾所有人理解並且接納，而且亦都已經喺每一門嘅研究領域之中日益彰顯。於是你會問，思想嘅創造力係由乜嘢物質組成嘅呢？答案係具有創造性嘅理念。佢哋會反過來去發明、觀察、辨識、發現、分析、控制、管理、結合諸多手段與力量。之所以具有上述嘅能耐，全都係因為思想係一種富有智慧嘅創造力。當我哋慢慢去思想呢個神秘嘅角度，佢嘅最崇高嘅活力亦都會隨之迸發。當我哋嘅思想衝破自我嘅局限，通過一道又一道嘅真理試煉，就會進入永恆之光嘅領域。喺呢一度，所有當下、過去或者未來嘅事物，都將會交融為莊嚴同和諧嘅整體。從呢一個自我沉思嘅過程出發，具有創造能力嘅智慧將因而誕生。佢能夠超越任何元素、力量或者法則，因為佢能夠領悟、管理並且運用各種嘅元素、力量或者法則嚟到實現目標，亦都因此佢將會得以擁有一切。智慧誕生於理性萌芽之際，理性不過係我哋深入了解事物本質嘅知識同原理所獲得嘅領悟。因此，智慧係經過闡明嘅理性。呢一種智慧有能力引導人類走向謙卑，因為謙卑就係集智慧之大成。我哋都知道，有好多人實現看似唔可能達成嘅成就，亦都有好多人實現自己一生渴望嘅夢想，更有好多人改變包括自己在內嘅萬事萬物。佢哋嘅成功就係呢一股無堅不摧，而且有求必應嘅宇宙力量嘅彰顯。過去我哋因為唔了解而將之視為奇蹟，如今一切都明白啦。我哋應該付諸行動嘅就係領會呢啲明確無誤嘅基本法則，然後合情合理咁使用佢。本週你又離宇宙真理更進一步啦！我哋嘅思想會為我哋帶來同樣性質嘅友誼同情分，呢啲關係接着就會影響到日後嘅境遇同環境。大自然複雜嘅運行之道背後，必定存在着符合法則嘅正當需求同意念。不論要實現什麼，首先要相信自己已經實現咗想要追求嘅嗰個目標。自古至今，有史以嚟最偉大嘅發現就係思想嘅力量。智慧係經過闡明嘅理性，呢一種智慧有能力引導人類走向謙卑，因為謙卑就係集智慧之大成。相信帶來無窮嘅力量。冇任何一條人類嘅公式可以去表述真理嘅完整面向。當你要開始運用吸引力法則嘅時候，請你必須要記住，當下你正在啟動一連串嘅因果關係鏈。心靈力量啟動練習11。本週你嘅作業係領悟呢一句聖經之中嘅智慧語錄：凡你們禱告祈求的，無論是什麼，只要信者，就必得者。請你留意呢句話點明冇任何嘅限制，所謂無論係乜嘢，就已經講得非常明確，而且亦都係充分咁去表達。唯一限制自身能力嘅元素就係我哋係唔係能夠掌握思想、把握機會，
應對一切嘅情況。請你謹記，信念唔係若隱若現嘅陰影，而係真切嘅實際存在。信係對所盼望嘅事有把握，對睇唔見嘅事有確據。隨堂小複習問題一：乜嘢叫做歸納推理？答案：歸納推理係客觀心智運作嘅過程，我哋相互比較好多獨立嘅事例，然後從中梳理出引發佢哋嘅共同原因。問題二：呢一種學習嘅方法帶嚟咗乜嘢嘅結果？答案：我哋得以發現大自然嘅統治法則，佢象徵住人類歷史或時代嘅進步。問題三：乜嘢力量指導決定咗一個人嘅行動？答案：一個人嘅需求、向往與渴望會引導決定一個人嘅行為。問題四：任何問題最適當嘅解決方法係乜嘢呢？答案：我哋要先相信自身嘅願望已經實現，咁樣佢就會真嘅實現。問題五：邊一啲偉大嘅導師會主張呢一個嘅方法啊？答案：耶穌、柏拉圖、瑞典科學家史威登堡都主張呢一個嘅方法。問題六：呢一個思考過程能夠帶嚟乜嘢結果呢？答案：我哋能夠立足絕對角度去深入思考，並且喺土壤之中種下一粒種子，只要唔好拔苗助長，終有一天佢會發芽長大。問題七：點解呢一個思想過程係喺科學上邊準確無誤呢？答案：因為佢就係自然法則。問題八：乜嘢叫做信仰啊？答案：信係對所盼望嘅事有所把握，對睇唔見嘅事有所確據。問題九：乜嘢叫做吸引力法則啊？答案：讓所信之事化為有形實體。問題十：了解吸引力法則對一個人有乜嘢重要性啊？答案：佢可以消除人生之中各種唔確定性與無常，並以法則、理性與確定